歡迎入嚟齋聽唔使睇。今日繼續同大家講衛斯理科幻小說《鑽石花》。上次講緊衛斯理同嗰個人爭奪鑽石時，突然槍響，有兩個人喺度追殺一個少女。衛斯理幫咗少女一把，等佢可以收拾嗰兩個人。少女脫險後居然射傷咗衛斯理。原來佢同掟鑽石男子都係北太極門人，少女嚟就係要執行家法，將男子殺死，但最後俾男子走甩咗。少女同衛斯理上船追，點知船上早有埋伏，仲係鼎鼎大名嘅死神。齋聽唔使睇，一齊嚟聽故事啦。第三部，與死神做交易。對於我冇自我介紹，佢就已經知我係邊個，我一啲都唔覺得意外。唔使客氣啦，我又唔係一個寂寂無名嘅人，尤其係死神呢類匪徒，一睇到我左手無名指上面嗰隻紫水晶戒指，就應該認得出我係超級英雄衛斯理。點解係紫水晶？因為可惜我是水瓶座嘛。我膊頭嘅槍傷，經過蔡博士開刀，痛楚已經少咗好多。對付死神呢種人，暴跳如雷有乜用？我都客客氣氣咁微微欠身，話唔敢當，我叫衛斯理。我報咗姓名，我身邊嗰個少女面上都現出驚訝嘅神色，顯然佢都聽過我嘅大名，而且知我嘅為人，但係佢萬萬冇諗到，佢一槍誤傷嘅就係出名愛管閒事嘅衛斯理。死神笑咗笑，幸會幸會。我係邊個？兩位應該知啦。人家俾我取嘅外號，實在不敢恭維。佢講到呢度，積咗一聲，好似好遺憾咁，又話其實我絕對唔是殺。佢突然又頓咗頓，大聲叫傑克，傑克。我同嗰個少女都冷冷咁望住佢，只見從船艙門口射入一道銀紅，來勢極快，彈指間就已經到咗死神身邊。死神笑吟吟咁將佢接住，嗰係一隻大約1米高、全身雪咁白嘅長臂猿，雙眼充滿光亮咁掘住我哋兩個。死神又微微欠身，兩位請原諒，我講到大買賣嘅時候，習慣上中意有傑克在場。剛先我講到邊度？剛先你講到實際上唔是殺，我帶住少少譏諷提醒佢，係，我唔是殺。佢個樣好似講嘅話絕對出於真心咁，人哋叫我死神係因為佢哋太唔肯放棄金錢嘅緣故，我淨係要錢。如果有人寧願為錢犧牲性命嘅話，我係應該成全佢哋，係唔係？我心入面實在充滿怒火，我盡力克制自己，唔衝上前去喺佢嗰張白得過分嘅臉頰上刮兩巴。我淨係冷冷咁話，呢啲係我聽過嘅狡辯之中最無恥嘅一種。死神面上一啲怒色都冇，反而擺出一個極其欣賞嘅神情。多謝你嘅稱讚，衛先生，我要同石小姐講一件買賣，我諗你冇份，請你離開死神號好唔好？我唔明白死神同呢位少女之間有乜嘢瓜葛，但係無論點樣，我絕對唔可以任由少女一個人面對呢個咁兇惡嘅匪徒。唔得。我挺一挺胸，語氣好堅決。我既然喺度，事情就同我有關。衛先生，嗰個少女就轉過頭，冷冷咁向我講：你都係快啲走啦。死神得戚咁笑咗起嚟。衛先生，你想護花，點知石小姐就唔領情。本人久仰閣下大名，好想同你做朋友，唔想同你做敵人。閣下請便啦。我唔等佢講完，就一嘢企起身，一震手。兩隻鐵鏈子已經向兩邊守衛嘅大漢擊射出去。嗰兩個大漢雖然淨係露出頭喺嗰個方洞上面，但我可以肯定呢兩隻鐵鏈子一定可以令佢哋再冇放槍嘅能力。所以我冇去睇嗰兩隻鐵鏈子效果點樣，就借住鐵鏈子射出嘅勢頭向死神疾撲過去。我左肩雖然受傷，但右臂力道猶在，撲上前去嘅時候，身形一矮，想捉住死神嘅假腿，將佢推跌喺地，再打主意。但係就喺我剛撲出嘅一刻，突然聽到吱一聲，眼前銀光閃動，嗰頭叫傑克嘅長臂猿已經向我迎面撲過嚟，
長臂揮動，向我雙眼疾找過嚟。呢一下變化確實大大出乎意料之外，我嗰一撲之勢不得不收住，即刻向後退，只聽到死神斥喝傑克停手。嗰頭長臂猿好聽話，立即退開咗。我定咗定神，仲想有動作嘅時候，又聽到死神哈哈一笑，衛先生發得好暗氣。我向佢定睛一望，不禁倒抽一口涼氣，只見佢手中握住嘅手杖已經橫咗過嚟，杖尖正對住我，嗰支手杖竟然係一柄特製嘅槍。杖尖對住我，就等於槍口對住我。死神嘅槍法之準係世界聞名，佢要射你左眼，只要你喺射程之內，就絕對唔會射中右眼。我僵立喺原地，進退兩難。死神仍然微笑咁講：請坐，請坐。我最中意同勇敢嘅人打交道，但係我就唔中意以生命作賭注嘅人打交道。喺槍口脅迫之下，我只得退後兩步，又坐低。死神向洞口嗰兩個血流披面、已經暈咗過去嘅大漢望一眼，真對唔住，我早應該諗到，對付衛先生咁出名嘅人物，派兩個飯桶有乜用？衛先生請睇睇我呢個小設計。佢打住哈哈，伸手喺佢坐嘅梳化扶手上面一隻按鈕，按咗一下，只聽到頭頂傳嚟一陣喳喳聲。我抬頭望去，只見原本掛喺艙頂嘅一盞吊燈，燈罩係一朵蓮花形式。呢個時候，連飯垂咗落嚟，露出一排窗口，嗰個根本唔係燈。死神悠然話：呢個係無線電控制嘅。我再按一下按鈕，七槍齊發。衛先生，我本來係電工學博士，你想唔想試一試我嘅設計可唔可行？我淨係憤然默不作聲。嗰個少女嘅臉色都顯得特別難睇，因為嗰七支槍口排成倒形，有一半係對住佢嘅身子。好啦，死神滔滔不絕，衛先生既然有興趣，我都不便拒絕。佢轉向嗰位少女：石小姐，3億美金雖然可愛，但係你嘅生命總唔止值嗰啲小數目啩？3億美金，我真係俾呢個數字嚇咗一大跳，難怪死神口口聲聲話係一件大買賣。嗰個少女偏過頭：我唔知你講乜。死神咋一聲，迷住眼對嗰個少女熟視好一陣，同時挪咗一下坐姿，然後慢條斯理咁話：可愛嘅少女，可愛嘅謊言，石小姐，你知唔知地圖喺邊度？死神講到最後一句嘅時候，眼裏突然射出凌厲無比嘅光芒，睇咗令人心裏暗自生驚。我聽到佢提起地圖，猛地諗起剛先喺荒島上面嗰個少女逼嗰個年輕人攞出一份地圖嚟。地圖，嗰袋鑽石，3億美元，喺我腦海迅速轉動起嚟。我覺得雖然我要同死神作對，但我仍然絕對唔可以退出呢場爭鬥。不義之財固然唔取，但無主嘅財物，我一向主張攞嚟做啲有用嘅用途。嗰個少女面上神情顯得十分冷漠，仍然話：我唔知你講乜。死神大笑起嚟，好似聽到一個極有趣嘅笑話咁。自從你一喺印度白拉馬普屈拉河附近出現，裝出對攀登喜馬拉雅山好有興趣嘅時候，我已經派人盯住你。我哋不妨攤牌，我知嘅遠比你想象多。黃俊呢？佢從意大利翻嚟未？啊，石小姐，你驚啊？我回頭望嗰個少女，果然佢冷漠嘅面容中現出驚惶神色。死神又話：而家你肯唔肯談一談？嗰個少女面上現出無可奈何嘅神色。你總要俾我考慮考慮。死神即刻話：當然，當然。佢身子向後靠一靠，右手食指離梳化扶手按鈕，只有半寸。我雖然想再襲擊佢，但我同佢相隔足有7尺，一個人移動7尺，速度再快都及唔上手指移動半寸，所以我只好唔喐。死神號一直迅速前進，已經到達茫茫大海之中。從死神號前進速度睇，我深信死神號雖然外表係遊艇，但實際上可能係一個蘇跑，同埋一定有最佳炮艇嘅性能。艙入面靜咗落嚟，嗰個少女抬起頭，
望住對住我哋嗰排道型窗口，呆呆咁出神。竹尖敲打地板，發出輕微啪啪聲。我唔知佢係唔係真係考慮向死神屈服。突然，我猛地窒咗一窒，嗰個少女竹尖敲地板嘅聲音，乍聽好似一個人焦慮時唔經意嘅動作，但我聽咗冇耐，就已經認出係一種鼓語，係打鼓個鼓。世界上鼓語有好多種，都有專門研究鼓語嘅學者。我喺呢方面都下過唔少功夫，所以聽出係中國西藏康巴族人嘅鼓語。康巴族係藏族一個旁支，族人最驍勇善戰，又擅長用皮鼓傳遞消息。佢哋唔單止用鼓語召集戰士，都用嚟談情。康巴族住深山，所以佢哋嘅鼓語係最冷門嘅一種。我則以細聽一陣，只聽到嗰個少女不斷叫喚：勇敢嘅朋友，像天空嘅大鷹，帶住獵物飛走吧。我深信嗰個少女係向我傳呢種鼓語，但我就唔明白佢乜意思。我拼命思索，都輕輕用竹尖敲地板回覆佢：美麗嘅姑娘，你嘅聲音我聽到，但我不明白你嘅心意。死神本來悠閒咁抽煙，呢一刻突然定睛望住我哋，我心入面嚇咗一跳，但我仍然扮晒不經意咁點腳，發出同樣鼓語。衛先生，死神突然叫咗我一聲：你去過非洲未？去過非洲大部分地區。我一聽佢提起非洲，心就鬆咗少少。佢顯然不愧係一個極其機警嘅人，佢已經睇出我同嗰個少女之間喺度暗中傳消息，而且我敢斷定佢都深諳唔少鼓語，但我更知康巴人嘅鼓語，佢絕對唔識。非洲係一個唔錯嘅地方。佢一邊同我敷衍，一邊深深思索。我仍然留心嗰個少女竹尖點地聲音，聽到佢話：等我有所行動嘅時候，你就明白。死神面上現出一個坦然神色，當然係佢以為我哋兩個淨係焦慮咁點腳尖嘅緣故。嗰個少女忽然話：我想好咗。死神講：我希望結果對我哋嘅買賣有利。嗰個少女笑咗一下，到呢一刻，我先發現佢笑起嚟原來咁甜蜜。佢話：我可以幫你揾到嗰份地圖，但我要分一半。死神搖頭：美麗嘅小姐，你實在唔使要咁多。點解唔要？我在嗰個山谷住悶咗，有呢個機會嚟到外面世界，我當然需要錢。咁由我送俾石小姐100萬美元都夠晒啦。死神滿臉關懷神氣。太少。嗰個少女回答好乾脆。好。死神雙掌一擊：我哋都乾脆啲，小姐，你要知我雖然攞到地圖，都未必到手，你攞200萬啦。嗰個少女冷笑一聲：1/4。死神攤手：小姐，1/4會引起匪徒覬覦。不過你如果堅持，我可以答應你。地圖喺邊度？嗰個少女又一笑：喺新加坡一家銀行保管箱入面。死神立即話：鎖匙呢？少女話：你唔好忘記，我都係1/4股東。死神大笑：啱。我哋一齊去攞。石小姐，如果攞到嗰大筆錢，我都打算退休。你真係為全世界做咗一件好事，但中意刺激新聞嘅人就不免要埋怨你啦。嗰個少女跟住佢笑咗笑。我離開嘅時候答應過我阿媽拍幾套 AV 相片帶翻去俾佢。而家我翻唔到，呢2套相片，我想託衛先生帶去。佢轉頭向我：衛先生，你唔會拒絕我啩？我心入面正感到愕然，突然諗起佢嘅鼓語，佢講過，當我行動嘅時候，你就明白。而家我真係明白咗，因為我知道佢係要將嗰幅地圖交俾我。佢想利用公開交俾我呢一點，令死神以為佢冇咁大膽，而俾佢騙過去。但呢個辦法對付死神呢種人物會有用咩？當我諗到嗰幅地圖同3億美元咁龐大嘅財富有關嘅時候，我嘅心都不禁激烈跳動起嚟。而我再諗一諗，更喺心入面產生一種莫名其妙嘅感情，因為我諗到嗰個少女將地圖交俾我，
佢當然唔可以再應付死神，而佢嘅性命。但當時我實在冇可能全面詳細考慮，只能立即答話，當然可以。嗰個少女一笑，我叫石谷，你一到中國同印度邊境，雅魯藏布江下園，向人提起我個名，就一定有人帶你去見我阿媽，相片喺呢度。佢取出2隻尼龍紙袋，我認得出其中一隻就係嗰個年輕人俾佢嘅，而另一隻就唔知係乜。我伸手接過，冇收起嚟，反而向死神一樣，石小姐，我覺得好似應該俾死神先生過目一下。死神眼裏正射出獵鷹咁嘅眼光，注視住嗰2隻尼龍袋。石谷話：當然唔係，佢仲以為嗰幅地圖就咁交咗俾你。我對石谷嘅鎮定同勇敢，心入面佩服到極點。我絕對唔係冇見過世面嘅人，但嗰陣我隻手都不免微微發震。死神立即話：能夠欣賞石小姐嘅寫真倩影，當然係莫大榮幸。我早知死神係一個極其精明嘅人，佢每樁犯罪行為幾乎都十全十美，絲毫不露破綻。佢當然唔肯輕易放過呢2個尼龍袋。一時之間，我冇咗主意，即刻再用康巴人古語向石谷問：真係要俾佢？得到嘅回答好簡單，俾佢。老實講，我真係俾呢個回答迷惑咗。我諗我估嘅，石谷要將地圖交俾我帶出死神號嘅事，絕對冇錯。但係點解佢又肯將2個尼龍袋交到死神手中？唔通2個尼龍袋入面根本唔係地圖？咁石谷此舉又有乜意義？我略為諗一諗，就將2個尼龍紙袋放喺地板，向前推過去。死神用嗰支特製手杖將2個尼龍袋挑起嚟，眼就望住我哋。石谷面上現出極度唔在乎嘅神氣，雙眼直視死神。而我雖然睇唔到自己，都知自己面上係一片茫然不解嘅神色。死神將2隻尼龍袋掂咗掂，攞起其中一隻，剛要撕開嘅時候，我心已經砰砰跳，因為我認得出嗰個尼龍袋就係從嗰個年輕人，多數就係死神提過嘅黃俊嗰度嚟嘅。石谷就笑咪咪話：唔好拆嗰袋，嗰袋拍得唔好。死神面上都帶住微笑：石小姐，你叫我唔好拆呢一袋，一定以為我唔信你講，仍然會拆，但係我唔會，我聽你嘅話。佢放低嗰一袋，攞起另一袋。喺嗰一刻，我不禁佩服石谷罕有嘅聰明。嗰時我都知石谷實際上係進行一種極其危險嘅賭博，佢先賭死神唔會拆開2個尼龍袋睇，佢輸咗。但佢仲有本錢，佢再賭死神只會拆其中一隻，因為2隻尼龍袋同袋入面白紙包住方方整整，薄薄一包，從外表睇實在冇乜分別。第2場賭博正進行，死神因為太聰明，所以已經輸咗一着。佢因為石谷一句話而放低嗰幅地圖，攞起另一隻尼龍袋。但死神仲有大獲全勝嘅機會，只要佢拆開1個尼龍袋，再拆另一個就得。就算石谷喺第2場賭博贏咗，佢仍然輸咗最大一項賭注，就係佢嘅性命。因為佢既然喺死神掌握之中，唔交出地圖，死神點肯輕易放過佢？我覺得嗰幅地圖同近10幾年突然不聞聲息嘅北太極門一定有極其重大關係，而石谷都準備以身殉逃。死神將尼龍袋拆開，又撕開外面白紙，入面係一沓大約20-30張放大成明信片大小嘅相片。死神一張一張睇完，突然打咗個喊路，顯得佢一啲興趣都冇。睇完之後，連包都唔包好，就企起身，連另一個尼龍袋一齊交俾我。我心入面暗叫一聲，石谷贏咗。死神果然以為2袋都係相片，佢冇呢個耐心再睇落去。我接過相片同嗰幅地圖，塞喺衣袋入面，只聽到石谷話：我哋而家去邊度？死神伸咗個懶腰，當然係新加坡，衛先生。再向前去係一個島，你喺嗰度上岸好唔好？我向石谷望一眼，好。然後我又用足尖點地，仍然用康巴人古語向佢問：你點脫身？石谷態度好悠閒，回覆：你唔使理我。我再問：我哋仲有冇機會見面？實在
我對石谷心入面已經起咗一種莫名感情，實在唔希望離開佢。佢嘅回答係：只有活佛先知。嗰句話等於只有上帝先知，古語入面當然冇上帝呢個字。我心入面起咗一陣衝動，差啲想將袋入面嗰幅地圖交俾死神，換我哋嘅自由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對故事內容有乜嘢睇法，請多多留言同大家分享。最後記得訂閱、按讚同分享。訂閱完全免費，唔會帶嚟任何麻煩，但我哋訂閱人數不足，就有啲麻煩。希望未訂閱嘅觀眾聽眾可以高抬貴手，感謝收聽，我哋下次見。